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要来讲，伫咱的日常生活真会讲到的词，通甲唔通，要可以就是通，不要不可以就是唔通。有物件通食无？食拢会使食，但是唔通食了了，爱留一寡互别人食。有酒干通卖无？歹当旧社破纸通卖无？你放上头的声唔通遐尔大声，边仔就是学校会讲吵着。有一句俗语：俗面通食，俗话唔通讲。办义的物件会使食，无负责任的话袂使讲。啊，若有关通的俗语，会讲叫才通开桥经。家己会晓讲叫，才好开店做人叫。也就是不管做啥物行业，本身一定爱内行有本事，才袂去互考着。再来，一好配一歹，无两好通相排，就是有一好无两好，世间事食歹两全其美。啊，若唔通的俗语，看人食肉，唔通看人相拍。看人食肉，可能要有肉友通扣；看人相拍，若互拍惨落，就加衰。这是可能爱远离是非之地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通唔通，实在真趣味。